讲到即马花莲西瓜当咧大出，毋过伫咧立国底，所有农民讲有诶要来怪手商，会用西瓜歹去做理由，讲干那要用一半计数来收，希望会当政府斗相共。这官府是表示会协助农民甲手商来定买卖契约。这是花莲玉里镇的台九线3零路段路边有真侪西瓜担当咧卖现版的大西瓜，也毋过今年在地龟农选好半商以西瓜内部有水伤为由，继续扑一半。西瓜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一定是部分会有瑕疵，但是我们可以接受你小小的砍价，但是它几乎这次砍价是几乎快折半砍到我们几乎连成本都不够。西瓜的买卖，它的合约是现场还可以再反悔吗？都是口头上约而已。龟农表示，欠点的瓜无够10%，现场我6万多粒的西瓜一时卖不出去，不忍心货关无了了。讲出农民的西瓜买卖其实当期拢互半商不价，也毋过多数毋敢就是半商，希望官府会当斗相共。我们县府也可以来拟定一些纸本的契约，鼓励农友如果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未来跟我们的盘商交易的时候，可以立下纸本的契约，保障彼此的权益。这样。也毋过也有其他龟农私底下表示，要立专本契约，就等于是无人会来收龟，只好家己做通路行销。也毋过即马花莲地动了后，交通无方便，只会当靠在地民众来买。一方面就是希望消费者能够一颗一颗的协助帮忙啦但是毕竟这样的速度慢，他比较希望的是能够有比较大宗的采购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们来帮忙协助。其实花莲菜色水果也面临同款的问题，只要交通一段，花莲的菜色水果爱南西12点钟上北，拢会防伊卖相无好，大扑价。官府也咧甲各大卖市场沟通，希望大家会当体谅花莲政府，也会向中央争取有能设施，以保障农产品品质。记者综合报道。